優雅與實用嘅藝術傑作 ，Benz C 級 S205。歡迎到鳩市，物夠到時，係一個秋天嘅季節，午後陽光，揸住呢架 S205到郊外散散心，一邊聽住小溪流水，一邊感受大自然。呢個就係揸娃緊嘅幸福情景。今日呢架 S205擁有比上一代更加圓潤嘅車身，同埋呢個性感嘅車尾，再配合更具科技感嘅內飾，成就咗呢一架 C 級旅行版 S205。無論外觀定係內飾都做得更加精緻、更加靚，所以呢一代嘅 C 級旅行版都大受眾多年輕人嘅喜愛。特別係新進嘅奶爸，邊個講奶爸唔可以玩車？就係呢架 S205，俾新進嘅奶爸任性一次。尾箱可以放得落你全家嘅露營裝備，同時可以放得落你那顆自由的心。S205必須以滿分嘅姿態出現，佢天生就係玩姿態嘅料，可以話360度無死角，改裝3件套，令呢架 S205更加有魅力。白車白拎 KW-V3 姿態同操控加持，再加上呢套日本電台級剎車 Endless 嘅專屬藍色點綴，呢架 S205凸顯出佢嘅運動性能，同時並存。如果 Benz 係一位西裝革履嘅紳士，但係呢架 S205令我覺得佢就係一位解開領呔踏上旅途嘅探險家。娃緊嘅設計亦不失商務氣息，同時擁有運動基因。旅行車係燃油車時代最後嘅浪漫。現時S205 10零萬有交易啦，咁車價都係一車一房一配置嘅。咁佢比同期嘅寶馬3系 Touring 同埋奧迪 A4 Avant 都係要保值嘅。咁呢架最美思女 S205會唔會係你嘅選擇？今期鳩市推薦到4粒星。今期鳩市就到呢度，下期我哋推薦更多好玩嘅車型。拜拜。